一个重量大概是7000。这个一个是大概4.5千。他现在赶的这个动作，是为了用意是什么？是要让它层次更丰富。哦，让层次丰富。对对。层次是所谓是口感吗？口感的部分。对啊。就是吃一层一层的感觉，这样。吃绿豆椪最重要的是那个口感，那个有点像面包那种丹麦吐司，它也会把那个像那个奶油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的感觉。然后这个要擀2次，一次性把它擀成这种长条状。平，然后要把它包那个内馅这样子。它这个内馅就是绿豆椪。对，绿豆椪的内馅。绿豆椪内馅。对。把它包成这样一颗一颗。那你这是清馅还是？清的。因为我们有清馅、咸酥跟卤豆啦。那清馅就是一般都没有包。就是那个最标准的是有绿豆沙馅。传统的这种。对，就是最传统的那一种，是有绿豆沙馅的。这样之后，好，然后我们之后再点一个那个红色上去，这个很快就好。现在这边是在擦蛋液，帮蛋黄酥擦蛋液。擦蛋液是为了让上面有金黄色，烤出来会有金黄色的色泽，然后又有浓浓的蛋香味，所以这是做蛋黄酥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它这样子蛋液要擦几层？要蛋液大概擦一层要两层嘛。对，一层先上，然后再第2层，它颜色看起来会比较漂亮。是，那这样子间隔要多久？第1层跟第2层的间隔？就是先把一盘擦完，再擦下一盘。就是先让它先上一下色，但是也不能要抹平均一点。那像蛋黄酥这样子进烤箱烤，它到烤好要多久的时间？大概十来分钟吧。10来分钟。对。那我们蛋黄酥的内馅有什么？有咸蛋黄跟看它主要是咸蛋黄，然后看它的那个配料可以有藕啊、乌豆沙等等。对，然后因为我们店的话，在中秋节的时候会提供多种不同的内馅，因为客人呢就喜欢搭配不同的内馅做组合。我们有乌豆沙、抹茶、芋泥，然后跟咸绿豆沙这些组合。像这个黑芝麻是我们当地的吗？对，应该没有，应该不会特别强调是台南当地的啦。是。现在只有确认那个蛋黄一定是当地的，因为我们那个是跟夏营啊、柳营那边都有很多那个蛋厂。
我们那个南部就直接是对啊，就连直接那个北部的大部分的鸭蛋也大部分都是从南部上去的，然后我们南部这里新营跟柳营那边有很多。这个也是一样平板，然后转头，像这是清线的，就是刚刚那个，一颗红点，一颗红点的就是清线的，对。然后这个三颗红点的就是鲜蔬，是。然后这个一颗梅花的是卤肉的，是，对。以前不像现在有机器啦，以前要用手工这样子，别按用等的用摔的啦，把它才能发酵出来嘛，一定要等好这个面团有法度人好，互伊就是发酵起来，安尼起来，再来就是后来就是把它改装用机器请一些工人一起做你要做胖来了，咱搁增加做大饼。后来又增加了的时阵，像我讲，阮咧想讲安尼无啦，搁有去看人的系讲搁开发一寡新的物件，所以我对于蛋糕甲糕仔饼这方面，搁增加入去，我大概是2年多前从台北回来接手这样子，然后很多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比如说我父亲年纪大了。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因为经营的东西很多，除了很多需要一些除了经验之外，然后很多需要一些新的创意，生一些新的想法这样子。然后包括如何拓展客源，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然后从台北回来带回来一些经验回来，是经营我们家老店。是，那这样从父子辈这边你们传承下来，最主要的这个经营的理念，你可以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阿祖嘛，就是第一代那个我阿祖，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做食品最重要的就是营养，然后就是营养又美味，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坚持。然后我觉得这个坚持到现在为止还是很重要。虽然营养大家都很营养，但是美味，然后跟是安全，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大家对食品的最大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做了什么新产品，或者是做了现在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部分。未来因为我们家滋养轩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主要比较平常是属于社区型的面包店，所以有供应就是附近的邻居我们的面包、蛋糕，然后生活所需，生日蛋糕什么大小事，只要想要面包类、蛋糕类有吃的东西，就希望大家来找我。然后，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趋势里面，我们的社区型面包店当然还是希望保存这个特色，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伴手礼这个部分，希望能够让更多除了新营，然后是台南附近的人可以吃得到之外。甚至是让全台湾的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吃到我们的糕点、伴手礼，然后他们知道说我们保存了很多传统的美味，然后甚至把这些糕点再精致化一点，然后把它变得大家更容易入口，更喜欢吃。然后包括所以我要结合，比如说我在外面的行销，然后跟我弟弟在里面的，他把那些技术学到之后，可能有一些在推广界更多的改进，然后让现代人也喜欢吃。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近期跟未来想要完成的目标。